当先来祈祷。万管理的上帝伫你所祝福，也是伫一个阮坎日大恶乐的日子，就是你的基督，阮的救主耶稣，伊死过活，特别伫即个主日，阮伫你的面前做为主即个事，主阮有亲情，也有真丰富对信仰上的祈祷，通过即个上帝你的作为，互阮的信，毋是干那是一种的道理，是一个活命甲开力。恳求天父上帝，互阮所有的今仔事奉的同工，阮会当带着圣神，就是主耶稣过活了后，向阮分化开。领受圣神了后，阮的事奉开力要拿过天，阮的事奉要成做一个芳芳的祭，互上帝你的荣耀，上帝你的权能降临伫每一个追求你的人的中间。主特别是伫即个圣殿的中间，是耶稣基督家己身躯所起造的。阮要祝福今仔日的敬拜赞美的领诗，以及今仔日圣歌对一个献诗、抒琴的奏乐，佮有诗会所宣读、祈祷佮恭敬读圣经。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渐渐通过每一个仪式，伫即个仪式的中间，主你互阮看袂到你的上帝家己的荣光，也求天父上帝赐阮祝福，互阮摒空阮生命的杯。将阮的惊吓，将阮的死失孤单，拢交伫主的手中。伫即个国外的日，主互阮享受一个国外的活命，就是国外的圣神，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撒甲伫地。当阮离开你的圣殿的时，互阮把足带有活命的快乐甲权能。主，互阮所吟的诗歌，会当安慰人，会当鼓励人，会当医治人。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伫你的手，祈祷我家所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伫个国外节圣主日，咱会当三甲组织伫遮来敬拜上帝。咱的主是国外的主，是永活的主，为咱带来拯救甲光芒。咱做伙来唱这首《我的救赎者活着》。你嘛会当拍手吼，拢会使。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的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恩。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
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恩。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力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耀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恩。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力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感谢主，因为主耶稣的国话为咱带来拯救甲盼望。感谢主。因为主耶稣的保护，甲是家庭的拯救，有咱带来盼望，予你甲我，拢有当得到这种对天来的恩典。咱做伙来唱这首，谢谢你，感谢咱的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的是家庭的牺牲，为咱带来拯救，洗净咱的罪，医治咱的心。感谢主，咱是天父永远上疼的宝贝。咱搁一届来唱这首《谢谢你》。我能用什么
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伫是家庭的拯救，互阮的性命得到新的愿望。感谢你的保护，洗净阮的罪。感谢你将阮每一个人放伫你的心内，是你上疼的宝贝。主啊，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感谢主，阮会当有安尼的福分，会当做主你的囝儿查某囝。求主你圣灵降临，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充满阮的心，互阮会当伫每一天、每一时刻，拢会当领受对天父你来的疼甲恩典。感谢主，阮伫遮献上祈祷感谢，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圣灵充满，咱做伙来唱这首《求主充满我》。主，我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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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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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恩典为我冠冕。主，我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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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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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恩典为我冠冕。耶稣，耶稣。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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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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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恩典为我冠冕。感谢主，恳求主圣神充满每一个人的心。
全地着按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时，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127首，哈利路亚，伊有歌我，请咱起立吟全首。这时，请咱犹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道师长，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这时，请咱做伙用启应文24篇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24篇诗篇119篇。所行完全遵探耶和华的律法的，这号人有福气。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这号人有福气。少年人着用什么来清气伊的所行？是着照你的话来说物件。我专心找你，
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界面。求你开我的目睭，我中会治疗。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融。求你照你的话，互我勇行。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将你的律法遵守我。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搁互我伫你的路中来活。你的话将我救我。我伫患难中对这会得到安慰。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就早早伫我的苦难中灭亡啦。我跳小你的律法到怎样啊？我同日静静受。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你的话一下开拆就发出光。互无人通达。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真实。阿门。读这即时，请咱搁做伙来吟圣诗180首。愿主点阮中间，请咱坐得吟全首。祈祷，亲爱天父上帝，伫国外济圣主日，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阿罗你，感谢你担当阮的罪过甲烦恼，甚至为着阮来钉死伫十字架顶，互阮领受你丰盛的恩典甲祝福。主耶稣，你对4年国外赢过罪恶甲死亡，互阮确信国外在伫你，性命也在伫你。求主国外快力运行伫阮的性命中，照你的应允，既然有人伫基督内面，就成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求主更新阮的心思意念，赦免阮的罪过，互阮所行、所做、所想、所讲，拢会当下主心意，帮助阮，赏赐阮快力，坚固阮的信心。愿主圣神、光灵、荣光充满伫阮的生活中，圣神亲自按阮来讲话，互讲的、听的拢得到福气。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下落请信歌队。
这是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今日要读2位的圣经，第一位请咱掀开以赛亚书26章19节。以赛亚书26章19节，你的死人要搁活，我这的身躯要搁起来。倒伫阵内的啊，恁着精神起来唱歌，因为你的露水亲像草菜顶的露水，地也要交出阴魂。第二位，咱来看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13节甲14节。哥林多前书15章13节，死人若无搁活，就基督袂捌搁活。基督若袂捌搁活，就阮所传的是空空，恁的信也是空空。讲到伫基督内搁活的新生命，请曾牧师。亲爱的弟姊妹，愿恁平安。咱即摆互相请安的话，是主耶稣搁活了后，甲伊学生所讲的一句话：愿恁平安，也愿恁领受圣神。耶稣除了甲因请安了后，耶稣就将伊的话开分入伊所有的学生。耶稣甲因讲：恁领受圣神。伫迄一日，好亲像无发生啥物种代志。无亲像五旬节圣神降临，有遐尼戏剧性的故事。但是各位主耶稣讲，愿恁平安，就往咱分活开，是咱今仔日的礼拜的祈祷。愿主的圣神进入咱的生命中，互咱无惊吓，互咱无孤单，互咱无搁在心中有重担，无法度得到透放。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现今所存就是信、仰望。甲真爱，其中第一大就是听。愿主互咱的心是死心塌地的相信，愿主互咱的仰望是真搁活的仰望，也愿主耶稣将伊的听放伫咱的家庭、咱的人生，直到永永远远。咱来领受上帝的话，通过圣神的帮助，成就咱搁活的开力。咱同心来祈祷。万管能的上帝，你听阮得亲，你竟然家己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代表你，伫人软弱，伫人沉沦犯罪，生活伫黑暗中的时，主耶稣你来到这个世间，你为着阮的罪死伫十字架顶悬，主你甚至有阮祈祷讲，主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主耶稣，你除了为着阮祈祷，你嘛将搁活就是活命的权柄，手术伫学生的目睭中，互因听见，互因看见，也互因摸着。因真在对心中就安尼个别信仰讲：耶稣是主，基督是主。就是今仔日的礼拜，愿主你的圣手放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心头，互阮的心安稳自在。求主你将你的听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内，无论是初信，无论是咧找人生道路的人，或者已经捌你久久的，主啊，求你互阮拢伫即礼拜、即个搁活节，有一个新的愿望、新的活命、新的出发。主求你甲阮三甲伫地，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天使甲玛利亚讲，因为7日的头一日，记载伫福音书4本拢安尼讲，7日的头一日，玛利亚伯特利的玛利亚以及雅各的妈妈玛利亚，因来妄念想要看耶稣。伫迄个时阵，因看到迄个梦已经空空，但是却听到天使声甲讲。毋通伫死人的中间找活人，伊已经搁活。兄弟姊妹，请注意这句话：咱常常伫绝境的中间，伫绝望的中间，咱仰望要找耶稣，但是咱无能为力，因为伫死人中间，伊已经无伫遐。天使甲咱讲，伊已经搁活，伊真正搁活。这毋是故事，这是一个真要紧的
伫人类中间毋捌发生过的代志。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13、14节，伊讲耶稣若无救我，今仔日我的工道就空空。耶稣若无救我，就恁的信嘛空空。恁就敢若有听到一个道理，但是毋是。救我是互即个道理明白一项代志。我所相信的上帝，真正是真正的上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的主耶稣救我，伫咱的心内，伫咱的面前，伊甲咱讲话，伊甲咱分外开，伊对今仔日开始就调伫咱的人生中间，互软弱的人得到开力，互失志的人得到盼望，互心中孤单的人，伊心内充满一种讲袂出来的满足、医治。愿天父上帝，主耶稣，伊活伫咱的心内，直到永永远远。救我毋是一项可无可有的讲道片，救我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所以，爱弟姊妹，咱逐年拢咧过圣诞节，咱逐年拢咧过旧节节。咱回顾，伫过去咧过圣诞节进前，你敢有一份的期待讲，今年的圣诞节我要过一届，经验到迄个迄个圣诞节讲袂出来的欢喜甲快乐。咱的教会真奇妙，咱的教会不但是一个常常咧过圣诞节的教会，好亲像咱逐年拢有新的把戏，新的布置、新的想法，想要即个旧的故事变做新的故事。愿主耶稣基督伊的学生，因所拄到的耶稣，今仔日诚做你的耶稣。你甲耶稣讲，互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伊所拄到耶稣你我的故事，嘛变做我的故事。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拄到一个救我的主耶稣。若无救我这项事实，就无今仔日的教会。无所以我解释，因为当时对耶稣的学生真爱听耶稣讲道。因为耶稣的讲道有道理，因为耶稣讲道的时，人听了心内会火热。但是讲道终究就是讲道，因为听入的道理会通互人有财物，但是也毋是真对真正的活命。直到有一日，因捌亲自经历到，伊的老师真正顶伫十字架顶悬死啊！学生甲所有教会的人嘛，亲手甲伊埋葬啊！所以对因来讲，因的关系就到遐结束，无拍算。圣经的故事拄开始尔。伊讲有日落，要有日出；有日落，要有日出。生有时，死有时；死有时，生有时。这个主耶稣的救我，互这学生因的生命全然改变。对迄个时阵开始，伊知影讲，我的老师是一个有权柄、有权柄。伊的权柄毋是讲教讲话，伊的权柄就是讲，伊连死都会当解决，伊会当死过我。所以这是全人类中间毋捌看过的代志。兄弟姊妹，约翰伊写这句话伫约翰一书的第一句话，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开场白。伊讲：阮听见，阮看见，阮亲手碰到。这毋是一项简单的事，兄弟姊妹注意想看卖。伊讲：我听到人甲阮讲，耶稣救我，去蒙人的马伯大利亚玛利亚，甲迄个雅各的妈妈玛利亚，因清清讲撞倒来，因看到所有耶稣学生伫厝内油头壳面坐伫遐无可奈何。敢若吐气，但是这个玛利亚甲伊讲，耶稣已经救我。这是一项较毋过啊，较有可能。因亲目睭因耳孔听到，但是听到也袂准当准算，对不对？听就是耳闻嘛。人甲你讲故事，故事敢是真的？后来因走去蒙人，因个人真正看到。因走海边，嘛看到耶稣伫海边，因伫逐所在亲目睭看见。只有约翰讲什么？阮甚至亲手摸到耶稣顶十字架的伤者。所听的今仔日
献歌对兄弟姊妹，恁所唱的这条歌，今仔日爱家放伫恁的心内，甲主祷讲，主互我的手变做你的手，主互你的伤痕，毋是顶伫我遮受伤，是我深知影，我的生命有带有你的生，也带有你的死。伫2000年教会历史中间，有一寡真癫狂的圣徒，应该耶稣讲，主互我经历着你顶十字架迄种的感觉，伫教我会当互即个感觉，互我深深来入捌你。所以伫教会历史中间有一寡故事安尼讲，遮会羡慕诚侪主耶稣基督的学生的人，因手中带有有伤5个伤热，双手双骹甲因的协下。这种的故事，毋是后来有一寡基督徒家己举刀啊插，家己举钉啊钉，毋是，是真正相信和这个较无上帝的人，因终其一生，将耶稣的生带伫伊的心内，直到因亲像保罗共款讲：主你为我死，我要为你活。伫我少年的时阵，读过一本传记，伊咧写起一个神父，伊互人号一个名叫做武桑神父。伊伫基督中间得到上帝恩宠，我真爱用恩宠讲基督徒的经历，因为这是上帝互人的，毋是人用钱买来，毋是用家己学来。上帝所互咱的恩宠，迄一日光照伫这个神父。亲像钉啊，照过伊的手啊。后来，伊的朋友遐个神父发现讲，发生啥物代志啊？所以后来因通过真长的时间检验这个神父，的手、骹甲协下，亲像耶稣有5个伤者，一世人这个伤者拢无好去。所以后来天主教的教会伫因的历史记载，甲这个人。伊毋是甲关起来，因无爱互伊去到处保养，亲像一个那像明星级的偶像，逐个人来崇拜伊，亲像崇拜耶稣，毋是，因为伊有得到上帝特别的恩典，但是后来伊常常真做一个为人祈祷的人，伫迄个修道院内底深入浅出，毋捌出去到处去共骗讲我的手有耶稣的伤者，但是历史记载讲。这个人后来成做一个大道的勇士，真侪人通过伊的祈祷得到帮助。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听见、看见，佮望着，咱甲主耶稣讲：主，互我真真实实相信你已经搁我伫我的生命中，亲像约翰共款。耶稣若无搁我，就无初代教会。耶稣12学生除了约翰拄则写讲，我听见，我看见，我望着。除了约翰以外，所有11个拢死伫死刑的中间，因为因所讲的道理抵触了犹太人，因所讲的道理抵触了当时支持犹太人的罗马的政府，所以直到因伫迄个冤家总到信仰袂相合的时阵，因被牺牲，但是。因用勇气，用愿望，因为知影讲，当我若死，是一种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勇敢面对主耶稣互因的十字架。所以听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出声甲主祷讲，主，这圣徒有的经验，我嘛要爱有。啥物经验？各位主耶稣活伫咱的中间，拄则。领事的人讲得真好，搁我是天天的复活，毋是一年一摆的复活。所以天天与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同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看见、听见，不但咱望到，是主耶稣用伊的手放伫咱的心头，咱忽然感觉讲，主啊，我知你伫我的身边。愿圣神祝福在座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安尼，伫咱的一生中间，深深互主望着。那么讲，主，今仔日开始，我知
我要为你来活。主耶稣求你活伫我的生命中。对今仔日开始，我无随随便便。主，我对今仔日开始，我的讲话、我的想法、我的行为，拢要改变。因为你是过我的主耶稣，你恩我分我开。对咱的心中讲，基督是主。兄弟姊妹，咱常常要一块边仔，伫入厝的时，教会送咱一个基督是主、耶稣是主，咱个吊伫咱的客厅的内底。那这你敢知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基督叫做 Kyrios， 这是希腊文，但是当因咧讲基督的时阵，就是旧约因咧讲起阿多乃，阿多乃就是犹太人的话咧讲主啊，就是创造天地的主。所以当耶稣的学生以前听耶稣咧讲道的时阵，伊讲阮军队一个先生列比，列比就是犹太人咧讲的老师啦。阮军队耶稣是一个老师，阮军队耶稣是一个先知，伊真有口才，伊讲话会当说服人，伊一讲话时阵，人的心就火热。但是今仔日阮知影，伊毋敢若是一个真够演讲的讲道者，伊会当对死搁活，这样代志无简单。所以兄弟姊妹，死搁活有两种，一种就是肉体的搁活。一种就是糊涂的人重新醒起来，过去做浪子，今仔日找到倒来的路，行伫正直的道路中间。所以搁活有两种，一种就是有一日，当咱死了后，咱要伫天堂伫乐园听候肉体搁活。但是耶稣讲，今仔日你就甲我同到乐园，意思就是咱伫今仔日。这个上帝所想事，咱的永活永恒已经开始。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安静来思考今仔日的圣经，互圣神带咱明白这个圣经对咱的人生有多么重要。咱要真正真清楚、真肯定讲，耶稣是主，这句话无简单。这句话代表讲，主我愿意将我一生的主权，将我一生的主张，拢交伫你的手中。对今仔日，耶稣，你说了算数。我的人生，你讲了准算。你的前途、你的职业、你的婚姻、你对你的投资，伫你的一生中间大小事，耶稣是我的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甲咱撒加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发出伫你的心内，咱甲主讲：主，摄取我心内冷淡失志。摄取我心内冷淡失志，主啊，我摄取心内那苦楚孤单，主啊，求你用你的听，充满伫我的内面。主要听咱祈祷，当主甲咱撒加伫地时，咱的人生要无共款。今仔是过偌济，大概过40天以后，咱要过圣灵降临节。兄弟姊妹，咱有大概40天的时间，40通工的时间，亲爱兄弟姊妹。你通为你家己甲上帝讨一项礼物，就是讲我的主耶稣头一摆倒来找伊学生的时，伊甲伊讲：愿恁平安。记在伫约翰福音20章，约翰福音20章中间，我的主耶稣甲因讲：恁领受圣神，我要将圣神赏赐恁。耶稣就甲因分一口气。牧师做一届拢做这个动作，我毋知恁有领受圣神无呢？兄弟姊妹，有，一定有。做圣神毋免经过花手，做圣神是较无的人，伊心内额头向上帝讲：主啊，将你的圣神赏赐我的心。主要改变咱的生命，你相信吗？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有兄弟姊妹，领受圣神。有圣神的人生是喜乐，无圣神的人生亲像伫苦海咧行船。古早人拢甲咱讲，人生亲像苦海，你捌听过无？老一辈常常到年老的时阵吐气讲：我一生真着磨，真艰苦，人生是苦海。兄弟姊妹，人生无应该是苦海，人生应该就是享受上帝伊的恩典的经历。愿咱伫主耶稣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啊！死人要过活，肉体要过活。
今仔日的旧约，圣经中间有记载着国外的记载，最重要就是要见证、印证着耶稣基督会通国外。对旧约就开始讲，伫上帝手中国外，毋是困难的代志，因为上帝既然会当讲要有光，就有光。上帝既然讲要有天、要有地、要有海，所有的特殊大自然就安尼，照安尼成就。兄弟姊妹，所以这个上帝会当创造，这个上帝嘛会通重新互无活命的生命重新搁活起来。耶稣就是这种的人，伊互拿撒罗安尼活起来，伊家己嘛安尼活起来。所以兄弟姊妹，咱会通甲耶稣讲。主啊，拿撒罗有的祝福，我嘛要有。而且这个死永远未死，就算说我肉体有一日结束，但是我要永远活伫上帝的国度的内底。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回应咱的祈祷。亲爱兄弟姊妹，保罗是一个真够讲国外活命的人。伊讲今仔日的国外人，亲像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拢变成过去，对吗？今仔日聚会，房间张了伊的祈祷。今仔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真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拢真过去，一切拢真做新的。这就是国外，就是顶头生。兄弟姊妹，教会内底所讲的侪侪道理，毋是做参考的，是摕来用的。这个道理毋是做参考的，信的人永远信，毋信的人永远毋信。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毋是，这个道理是摕来活伫咱的人生中间，也伫咱的人生的中间，真做一个祝福、快乐甲活命。愿天父上帝，互咱的心无空空。保罗讲，耶稣若无国活，咱的心就空空。但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咱讲两个祈祷，一个就是咱的耶稣已经国活，第二就是耶稣爱活伫什么所在？活伫咱的心内，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甲国外主耶稣同行的人，伫圣经的中间，所有的记载国外故事，保罗写了上介水。伊讲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意思是上帝要互咱有一种新的观念、新的信仰的人物。第二，要互咱心内有一种新的愿望。虽然也未完成，但是我相信有一日一定会完成。对少年的时阵的期待，有一日会当出人头地。少年人会当愿望，但是无一定会当出人头地。但是今仔讲，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有爱就是讲，对今仔日开始，咱的人生无搁再有孤单，求天父上帝，伊甲咱同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第一个祈祷，我要甲咱兄弟姊妹祈祷，甲咱分享讲，出声甲耶稣讨，求就互咱找就拄着，拍门就甲咱开。你甲耶稣讲，主耶稣求你甲我同行人生的道路。你想耶稣会听咱祈祷吗？你想耶稣回应你吗？求就互咱，今仔日咱甲主耶稣讨。就算做我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离开我，但主耶稣求你永远无离开我。马太福音上尾句话就是安尼讲。马太福音28章上尾句话，伊除了讲恁可以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伊最后一句讲：我就甲你同在直到世间的落尾。兄弟姊妹，主耶稣是以马内利的主，伊永远。今仔日咱若相信，今仔日的礼拜，这个经文要成就伫你的人生。对今仔日开始，咱就无搁再做孤单的人。伫侪侪咱无法度解决的代志，伫侪侪咱心内无快乐的代志，伫侪侪心中咱的郁卒、苦楚、受伤愤慨，这个主耶稣甲咱撒合伫地，等于换手伫咱的心中，伊会甲咱讲：稍安勿躁。免惊，因为我甲你撒合伫地。所以听兄弟姊妹，你愿意享受这种的快乐吗？这个信，毋是这种的道理。今仔日我有听见，我有看见，
我嘛有领受，我有摸着，确确实实，千真万确。求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搁偌济，咱搁一摆经历着这主耶稣基督所带互咱，搁我会开力。兄弟，搁我是心中的滋味。兄弟姊妹，你家己安静，伫你的厝也好，伫一个什么所在，你找一个无人搅扰的所在，你安静，你开嘴，你甲主耶稣讲，主，互我担着，搁我的滋味，互我担着上帝甲我三甲伫地种稳定的滋味。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有你的答案，你有你的解释，你有你的故事，你有你的解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这个信仰如今长存。有啥？有信，有望，有爱。这是保罗讲的。啊，你呢？那在你要讲啥？啊，我无像保罗遐有智慧啦，我就讲袂清楚啦。但是我讲上帝啊，我知啦，我就天公仔囝。我虽然讲袂清楚，但是上帝，你伫我的人生中间，凡事拢有你的旨意啊。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脚伫你的人生中间。若无真正担着耶稣基督稳定的滋味的人，若无真正经历着圣神充满的人，人生真正亲像伫苦海中间。我真正感谢上帝，互我甲咱做伴，你也甲我做伴。我真感谢上帝，我伫德堂教会，我看到一个受伤的教会，怎样上帝亲自伫咱中间做工。也这你会记吗？咱要大火热嘛热讲。因为圣神伫咱的教会咧做工的时阵，咱心中有讲袂出来，咱一直招，一直招，啊，咱家己嘛改变。愿天父上帝改变咱，毋是干那想法，阁有就是开力，就是开力。吼，生活爱有开力，人才会自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主耶稣的教案，毋是别人的故事，是咱的故事。你爱有你个人。迄种新的教法，安尼你的人生才有救，才有快乐。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耶稣所互人的开发，教法有三项代志。第一，互咱相信上帝有权柄，伊会当互四教法，伊嘛会当互我糊涂变做智慧，伊嘛会当互我对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上帝对人的性命有权柄。伊会当互破病人得到医治，伊嘛当互青眉看见，互摆骹爬起来行，有真侪无共款。上帝照伊的旨意，伫圣经中间的记载，迄叫做活命的开力。所以当一个人真心实意、真正讲基督是主的时阵，迄是一项真无简单的代志。兄弟姊妹，愿咱拢真心中，愿咱拢真心中，常常甲主讲。主，阿门！你是我的主。主，阿门！你是我的主。你掌管我的一生，我将我的性命交伫你的手中。第二，搁我的主耶稣所享受伊的学生就是圣神。圣神就是上帝活伫人内底。伊也无需较长的时间甲恁解说，因为牧师常常伫查经班。也是伫私底下有甲恁分享讲，圣神充满会当带互6种的开力，恁会记无？以赛亚11章2节，搁有伫哥林多前书2章，伊讲圣神啊，踮伫人的内心，人就会当参透，有智慧，明白上帝对创造以来稳重的奥妙，明白人的事，明白上帝的事。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搁有。搁我的主耶稣所带来最大的力量，就是绝望变做噩梦。所以遐关伫迄个房间内底，伫遐讨开耶稣的学生，甚至对重操旧业的彼得，倒去伊的高空重新讨戏，对因来讲，人生已经到这就为止啊。虽然有足精彩，我看到耶稣行神迹，医病赶鬼，但是。这出戏结束啊，因为耶稣已经死啊。但是耶稣的教法，互这出戏无结束，伊是一个新的开始，噩梦。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你心中有一个脚步，你会当对上帝讲，因为伊就是咱的天父，
伊是咱的天父，咱会当大胆甲伊祷讲，主求你帮助我，知影我的将来，特别是少年人，知影你的将来的方向，对你一生来讲真重要。一个人若会当找到向着标杆直跑，是一个足幸福，因为伊知影伊的人生应该做什么。求天父上帝伫咱的家庭，伫你的囡仔，兄弟姊妹陪伴你的囡仔，带你的囡仔，恭敬到上帝的面前。你的囡仔若无来做礼拜，干那你来做礼拜，足奇怪，对无？也这莫互牧师甲恁口水手啦，若干那咱单独来做礼拜，咱的囡仔无明白做礼拜会欢喜，这毋是恁的责任，是因的损失。兄弟姊妹，愿主怜悯帮助咱，互咱领受伊对天地来的祝福。咱嘛对今仔日的礼拜中间，真肯定讲，耶稣是我一家之主，基督是主。基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阿多乃，就是上帝，就是伊，就是真正活我的上帝，伊掌管我的活命。所以，兄弟姊妹，第二个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你换手伫你的心头，你安尼祈祷讲。主耶稣求你活伫我的心内。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搁一摆，搁一摆，充满阮。我知影圣经有讲，人的心就是上帝讲，人的心就是圣神要徛起充满的圣殿。主啊，伫你的面前，我要甲你恳求，就是主求你活伫我的生命中。主耶稣，此时此刻，这个时刻，主你进入我的心内。互我的心充充足足，主你各种的福气满满伫我的心内，互我无再有丧乡的感觉，互我无再有孤单的感觉，互我无再有心内的愤慨、愤怒、生气。主你我伫各种的中间心内，因为你的同在时，我的心内有平安，我有听见，我有看见。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有甲我鼓励。求我请邀请我换手伫我的心头，主耶稣，求你亲自换手伫我的心内。但一个咱若捧圣餐的杯的时，亲爱兄弟姊妹甲主讨，主今仔日我啉这个杯，主互我有开力，主我领受这个圣餐的饼，主互我有活命，主互我甲你有亲密的关系，毋是干那一个动作。是一个语言，嘛是一个生命新的开始。所以圣经讲，既然认上帝做囝的，上帝就踮伫因的内底，因也踮伫上帝的内底。咱若认上帝，咱若认耶稣做上帝的囝，上帝就要踮伫咱的生命中。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邀请主耶稣进入你的生命。拄则的咱的师会长老伊所讲。既然人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伊就是新创造的人。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兄弟姊妹，担着我，无搁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踮伫我内面的我。阿门吗？你甲你的心讲，稍安勿躁，耶稣来啊！稍安勿躁，耶稣甲你伫地。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的生命得到改变。伫每一摆的礼拜，一个小小的改变；伫每一摆的礼拜，生命小小的改变；伫每一摆的祈祷，生命小小的改变。主的圣神进入咱内底，直到有一日彻底完全改变，彻底完全改变。兄弟姊妹，咱做同学，咱做亲人，咱做朋友，咱做伙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信仰的道路。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互你享受新的事、新的活命、新的愿望。做新的事，有新的愿望，做新的事。心中有一个新的愿望，做新的事，搁再过新的人生。愿主搁我的灵，即时降临伫每一个兄弟姊妹恁的生命中。咱当心来祈祷，
可我的主耶稣，阮切切恳求你降临伫你的圣殿内。可我的主耶稣，该讲的话，阮拢听见。主耶稣，上重要就是你来踮伫阮的生命中。主求你遮尔自然，互我无勉强，你就踮伫我的生命中间，互我知影，你就是我生命的主。你所带来的是人袂堪得，总是一个幸福丰盛的画面。主愿将所有同情的兄弟姊妹，因甲因的亲人交伫你的手中。愿你的祝福进入因的生命中，进入因的厝内，保守因的囡仔，互因的囡仔不但够大汉，阁有勇壮的灵魂，有正直的心神，清气圣洁的态度。主你帮助阮，真做真实的基督徒，亲像你，对这事到永远无尽。阿门。咱来吟圣诗215首，咱准备来守圣餐。圣诗215首。耶稣辛苦替咱定心，白饼就下专修命伊，做回老村为救学生，何得昂将带来表演。
家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劳苦得背重担的人通受困我要互伊得到安息。咬喙带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也照保罗的记载安尼讲。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伊有摕饼祝谢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逐摆恁啉即个杯，用安尼来纪念我。逐摆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要表明主耶稣基督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恭敬自执，阮伫你的面前要受你所设立的圣洁的礼仪。主通过主你的权能，互阮超越时间、空间，甲各位主耶稣你同坐道。主耶稣求你来到阮中间，你圣别即个礼仪。你也互即个饼真真实实成做你的活命，甲你的身躯。主也求你通过你的圣神，甲你的圣名，互今仔日所备办的葡萄汁，成做阮众人所领受的新约，是你的宝血所设立的。我们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餐，互阮用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圣餐。每一摆，阮领受这个圣餐，就成做阮的活命，阮的帮衬。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礼典。阮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你的圣尊名求。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饼是主耶稣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世间人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来请宗圣长老甲邱吉长老来捧饼。主要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众人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虽然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亲爱的姊妹，用祈祷献上感谢，用祈祷来领受圣餐。用祈祷感谢主耶稣基督。为着咱牺牲流血，死伫十字架顶悬。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
主要说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敢有人也未领受到圣餐的饼，请举手。然后，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敢有人也未领受到圣餐的饼？主耶稣，阮感谢你，你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悬流出宝血，你拍破你的身躯，真侪救恩。主耶稣，这是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的，我要安尼纪念你。主耶稣，阮感谢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咱同心来领受这个圣餐的饼。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得用安尼来纪念我。咱来请英宏长老、书记长老、冯娟长老来旁边。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你得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你得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着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就是信仰。是我的血所伫设立的，你着用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敢有人无捧着圣餐的杯？这个杯就是信仰，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咱同齐来领受。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阮专心感谢全能的上帝，你极大无比的疼，
伫阮领受圣餐的时，你享受灵魂的食物，你也互阮心中深深领受着上帝你的疼惜，互阮明白，阮真正是天国的囝儿。主啊，阮会当做你真理的信徒，做你天国的后裔。主，阮何等的幸福！阮的主上帝，当阮谦卑伫你的面前领受这个圣礼典，阮搁一摆甲主你深深结连，阮也献阮家己做活祭，恳求你感纳阮伫你面前即种的祈祷，享受圣神扶持帮赞，互阮有气力通持续上帝你所享受阮圣洁的人生。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互阮所活，互阮所做，互阮所讲，互阮所行，拢通荣光上帝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咱来准备奉献。怎么书？请问苏玲姐吼，是吧？这两位，敢是你两位捌来过啊？没第一次来吗？欢迎您来哈，欢迎您来啊！你敢会当跟我小可介绍一下您？好，那就欢迎你们来哈！第一次欢迎您来。那么金华医喜乐保院呢，咱的家人哈，也跟咱这位，耶稣爱你啊，青铜耶稣爱你哈，谢谢耶稣爱你，好，咱用这个时光，咱来互相请安哈，愿主耶稣会听，甲咱三个弟弟，主耶稣会听，甲咱。
主耶稣的疼，甲咱三甲伫地，伫咱的一生中，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伊会求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咱做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你的疼无所不在。主啊，感谢你，你的疼是阮这个信仰的家庭最大的亏欠，也是应该有的品格。求天父上帝你所享受主耶稣基督的疼，会当成做这间教会的记号，也成做阮的地基。主啊，求你的疼亲像雨水灌入伫每一个需要你的疼帮助的阮的亲人朋友。主特别照顾阮的士大人，伫因年长的时，主求你享受因有臃肿的身躯、健康的生活。主啊，就享受因有尊严的日子，求天父上帝保守照顾。主啊，嘛伫你的面前，为着阮中间世事老人患病无法度来到你中间，伫网络顶悬甲阮做礼拜，阮的网络的兄弟，我们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慈爱。你的权能，你的气力，特别是搁我这的祝福，进入到因的生命中间，真侪因的力量，真侪因生命的气力，阮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来为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咱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吼。也是爱你，也是爱你。4月生日哈，有心生日快乐。好，咱来祈祷哈。转伫你的面前，为着你的囝儿来祈祷。主伫伊生日的时，伊带着非常的快乐的心来到主你的圣殿。主耶稣，阮将伊交伫你的手中。主你的疼，常常足足，伫伊的人生每一日的中间。主耶稣，你的圣神常常甲伊做伴，互伊充满你对天人来所生命的气力。主啊，嘛为着有心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甲有心三甲伫地。主你互伊伫成长的过程顶悬，伊的灵、伊的魂，甲伊的身躯，甲伊所有的思想，主你甲伊同在。主互有心伫生日的时，领受上帝你的油、你的恩典的膏油来膏抹他。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所有生日的无论是汉伟，无论是嘉文，无论是苏月老师，无论是碧慧，无论是坤生兄弟，搁有迄个江医师景祥，搁有文胜，搁有安隐，搁有心灵。主啊，愿奉你的圣名来祝福这个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恳求主你福因伫今年的生日365天，天天与主同行。主啊，伫因的生命中间享受你的智慧的灵，互因会当算数家己的年日，会当做生命好的管家。每一个生日的人伫你的手中捧起因的杯，来领受上帝你所享受福杯满溢的人生。主啊，将因交伫你的手中，求主恁甲伊三个伫地。祈祷我家所有性命，阿门。也是爱你，也是爱你，也是爱你，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哈！好，等一下牧师要为您祷告哈，等一下牧师为您祷告，来祈祷。主，阮深深感谢你照顾你的查某囝，特别伫国外这
今年的受难酒果，这对千伊来讲是一个足特别的一个经历。主你所享受的是全然的平安跟健康。主你享受你的查某囝，毋是干那身躯勇健，主你享受因伫灵魂甲伊的肉体伫各方面拢荣耀上帝。主啊，伊的身躯就是上帝你的器躯，要针对上帝你所使用的女婢，伊将来人生顶悬，一方面享受上帝恩典，一方面嘛分享上帝恩典。我将请伊交伫你的手，求主你施恩祝福。伫你的面前献上全然的感谢，基督我所的生命，阿门。耶稣爱你。好，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咱请师会来报告。这是咱报告。顶周的聚会伫节目顶面，请咱家己来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要伫礼拜堂，基督会拜三8点要伫礼拜堂。早晨班早起是9点是暂停，7点半伫线上。圣港的服侍后礼拜聚会是胡树基长老，领诗是刘玉成兄弟，苏琴陈美秀执事，苏贤甲招台是林安路甲张文芬执事，爱餐请郭依玲执事。新安宫读经表甲每日灵粮的进度，请咱照听书表顶面来读。其他交通。第一，本主日礼拜有圣礼典，咱做伙共领圣餐。主日礼拜后有4月份中级会甲小会，请咱中级来出席。第二，拜六早起是要做伙共读咱的查经牧师有3个礼拜的外部服饰。伫4月11、4月18甲4月25，有连续3礼拜要暂停。这3礼拜暗时的查经班，真理甲生命是照常举行。第三个月节过了后，总会有2个重要的会议，请咱为这来代祷。第一是4月16甲18，离2026年台湾普世论坛。第二是4月21甲23第71届总会同乡年会，请咱为这来代祷。第四个月节了，咱要迈向圣神降临节，伫5月24，鼓励咱兄弟会当敞开咱的心门，迎接圣神来充满，呼求圣神再造清气的心，互咱有忠心，阁有正直的心。第五，请咱为着咱生日的兄弟姊妹来领受上帝祝福，来为因代祷。奉献报告，请咱继续请咱来看如果若是有错误的请咱按会计人员来更正。代祷事项，请咱继续为着身心欠安你所知影的身心欠安的兄弟姊妹人聚以及教会所有的长辈的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二，也为着教会青少年因的心灵课业甲升学的考试来祈祷。第三，继续为着教会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四，也为着咱出国伫个外面的青年玉明、怡轩、玉君甲恩君来代祷。以上咱做伙来吟上吟圣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今时煞请牧师来祝祷。Bye.
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别到避讳。